咱又搁点第一加第二支大港节的蜡烛。开启咱上帝有小事毋茫甲信心的恩典。今仔日咱要点第三支蜡烛，是点粉红仔色的，代表喜乐欢喜。当咱在等待耶稣降生的圣诞节，准备用庆祝来分享欢喜，咱所听的人，先天生冤仔爱咱着欢呼欢喜，因为上帝要组织伊的百姓，咱重新得着天。当耶稣降生，天使对各样的人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这是耶稣出世的好消息，甲平安的应允。这也是咱今仔日所期待的好消息。保罗提醒每一位基督徒，着伫上帝常常欢喜。第三支蜡烛是互咱知，伫耶稣基督咱有欢喜。感谢上帝，为着你，互阮欢喜的应允，求你帮助阮，明捌伫阮生活中欢喜的时刻，互阮的生活充满欢喜，通互人也会对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得到欢喜的充满。阿门。这是时间已经到，咱准备先来敬拜上帝，大声走。
传达，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我捌对上帝出声求救，我对上帝出声，伊要按耳孔来听我。请咱即时来念圣诗，圣诗344首，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听，来听。将请起立，念全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困求的声，你我是阮等的归命，深信阮大名。救主面前欢会，脱开我污秽，把我世情都给我做，主你别靠回，救主，我你听我救。我有强过你我不，困求你相诉，救主耶稣你大功劳，我活到我苦，我是比比上上是错，你存我基督。我担当艰苦，你也无把路，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母，恳求你相诉。咱游玩徛地，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接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下面玉佩高发，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非常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第一篇，启用文第一篇，也是《申命记》第6章。我请大家来用。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要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要记伫心内。嘛着分甲是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面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绑伫手刃做记号，绑伫额头提醒，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大家来祈祷。爸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学老你的疼，一礼拜久，互阮项项顺利，疫情渐渐安定，互组织的人数无搁受约束，通互会友到日你的圣殿用感谢，甲学老来敬拜你。伫大港节，阮已经点到3支蜡烛。有仰望、信心、甲喜乐，主你的诞生，互阮有仰望，你来光要照伫即个黑暗的所在。你求爸赏赐圣神，互阮有信心，我靠你来得救。伫阮的心。通充满喜乐，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阮要用感谢心入你的门，用懊恼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真正堪得阮懊恼的上帝。恳求你继续保守阮，互气焰变性的病毒离开阮的土地，免得阮惊吓。来过日子，恳求你不便用你独生子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去阮的罪过污秽。所有得罪你的、无互你欢喜的，拢求你赦免，也求你赏赐圣神伫阮的中间，运行伫阮的背长的四角落，互撒旦无通入，上帝的真理。刻伫阮的心内，也会明白这真理，为将你爱阮行、爱阮守的有气力来遵行。愿你的国降临伫阮的国家，互阮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一切的咒诅，互阮的国家成做你所欢喜的。你所爱祝福的国家，也求你破碎阮的心，互阮通降服伫你的脚下，互你的旨意执成。求你因为你的怜悯，医治所有伫病痛中的人，安慰忧伤的人，用你的大气力帮助伫患难中的人，带因到开阔的所在，安享伫清净的水边。出外兄弟。也求你甲因支持，互因无论做甚物，拢一尽行通。求你用听，搁便激励阮，搁较爱听你，有合一的心投入伫教会逐样的事工。
求你用圣神大大充满伫吴牧师的顶面，用由我伊的嘴来讨放你的话，伫阮中间，互伊所讲每一句，拢会当有气力，也刺插阮的心，互阮通得到帮助，所行合理的旨意，安静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听你的教示。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感动甲赐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请来看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6章，咱要对第12节到16节。课本伫第85页，汉语本伫72页。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6节，现着过来读。当迄时，耶稣出去山林祈祷，通眠祈求上帝。到天光，就叫伊的学生来，伫因中间经12人，称因做使徒。有西门耶稣，搁号伊的名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搁有雅各甲约翰、腓力甲巴多罗马。马太甲多马，阿列菲的囝雅各，甲称做西罗底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甲未先生加利人犹大。赞美，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唱的圣诞颂歌。做伙来唱。我
时正道，请吴牧师以今仔日的题目是面道清水师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咱邀请妇女团契为咱点第三期六节。第三期六节就是照保罗写予腓立比人书，腓立比教会的迄张批顶头讲，恁着点伫主，常常欢喜。咱若照保罗伫腓立比人书所写的迄个欢喜，甲咱这个世间的欢喜小可有点仔无共。因为保罗写予腓立比教会的欢喜是点伫主，我因为点伫主，无论什么款的境遇，我无论头前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我无论我身躯拄着什么款的状况，我拢知我有一个秘诀，我拢有这个秘诀啦，所以我会当真正的欢喜。所以这个欢喜对基督徒来讲，毋是欲望的满足，毋是肉体的满足。这个欢喜是我知我有一个愿望，主甲我做伙伫地。愿上帝的欢喜就来到咱每一个人身躯顶头，因为对咱来讲，咱拢需要这个欢喜。是咱生命中有可能会拄到侪侪的困境，咱会拄到侪侪问题，总是愿主所想事的欢喜就落伫咱的心内底。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不管你即摆有平安啊无平安，你会当甲伊讲平安。不管你即摆有欢喜啊无欢喜，你嘛会当来边仔的人，小可笑一个，甲伊讲一点仔话。愿上帝平安就真正入伫咱的心内底。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所想事的欢喜会入伫阮的心，帮助阮，互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情况，不管阮明仔载要拄着什么款，主你拢甲阮做伙伫地。阮因为有你甲阮做伙伫地。心满意足，安尼祈祷，靠主圣名，阿门。我伫小学2年的时阵，升3年级，阮迄班就去用拆线，所以我去到3年的时阵，小学小学3年的时阵，就去到一个真青训的班上。迄个班有一个新的导师。我会记起第一遍我的导师上课的时阵，伊就点名，开始叫一个名，叫了，就开始调查啥？伊就调查讲有够大的野手，一堆人野手，多够大的野手，一堆人，基督徒的野手，阮一般我啦，惊我尔，但是我嘛毋知影我是毋是基督徒呢。小学3年级尔，我嘛毋知影我是毋是基督徒。阮爸爸是牧师，但是，所以我敢举一半尔，你知无？手毋敢举直咯吼，敢举到遮尔。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当捌拄着即款的情形。虽然我伫即礼拜探访的时阵，我嘛听到同款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做兵的时阵。伊讲伊做兵的时阵，副队长去的时阵，就讲，开始调查宗教呢。因迄连带惊3个基督徒尔。你敢知影做基督徒有好康的？你知无？你要勇敢，所以当时爱勇敢举起来吼，做基督徒好康的呢。因为伊讲吼，原来因副队长是基督徒啦。伊调工要调查，就是看，阮即连有偌侪人基督徒，然后偷偷把因3个人叫来讲，恁以后若班长超恁上厉害，就假啊，讲吼要来找副队长，就来我的寝室来遮歇困。所以有当时勇敢承认有好康的呢，勇敢承认家己是啥物，
勇敢承认家己是上帝的百姓，有当时也是有好康的呢。实际上，伫新约圣经内底，基督徒这个字出现只有3遍，所以基督徒当时真少人安尼称，拢是外口的人称这个人认这个人做基督徒。像是迄是使徒行传啦吼，使徒行传内底，迄有可能神学家讲，这有可能古早是咧笑讲啊，迄群信耶稣是基督的笑的吼。戆啊！基督徒迄个字有迄个佚佗，也是讲玩笑话的迄种讲法。上早，总是学生，就是门徒。咱若翻译这华语版和合本，咱会翻做门徒。实际上，伊就是学生的意思。学生就出现真侪遍，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学生，其实这拢是甲主有关系的称呼。请问在场，假使你若感觉你是基督徒的，你也自认你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我看卖好无？哦，真侪人拢勇敢举手啊！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假使你甲我真正是主耶稣的学生，那安尼，请问咱是毋是有尽学生的本分？什么叫做学生？大生就是听见上帝的话。当主耶稣警调这群使徒，对门徒内底警调使徒了后，伊有一个教示。路加福音第6章4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恁啥事称呼我主啊主啊，也无惊我所讲的啊。所以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对咱讲有关圣经启示咱的上帝其中一个真特别的真理，就是伊是一位讲话的上帝。无亲像异教的偶像，因有喙无讲话。至于我的上帝捌讲话，而且继续讲话，因为安尼，真做伊的学生，大生就是当上帝讲话的时，咱就爱听。伫旧约内底有一个一直出现的主题，也是咱讲主要的旋律，一直出现，就是亲像上帝罗卜。摩西对上帝百姓安尼讲，这也是伫今仔日咱启用的时阵有读到。申命记第6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以色列啊，你着听，着即时来行伊，互你通伫迄个老年甲彼的地得到享福，人业加天极其多，亲像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允你的，上帝应允伊的百姓，会当伫上帝所赏赐的地，得到迄个地来做业，来得到福气。总是要紧的是上头前，要紧的是这个上头前上帝的百姓啊，以色列咯吼，以色列是上帝百姓的意思哦。上帝百姓啊，你着听，所以真正的听见，毋是正平入去，倒平出来。就亲像阮妈妈过去囡仔时代，伊叫我转去食饭，妇人啊，转来食饭哦，我喙印好对无？啊，我的骹有转去无？恁拢知影。佚佗啊，长爽快，才有可能转去。爱佚佗啊，当时。腹肚枵啦，腹肚枵就叫我转去啊啦。了解我意思无？你喙印好，有听到，印好，但是你无去行，就无可能有听到。咱也袂听到，所以真正听见是包括咱接受来行伊。虽上伫先知书内底，咱一直读到
上帝百姓因唔听话的这个记录。耶利米书第13章第10节，这个上帝话就临到先知，爱先知经过伊的百姓安尼讲，这个歹百姓唔肯听我的话，照因的心的公义去行，佮趁别号的上帝服侍伊，跪拜伊。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真做学生第一个条件，就是听上帝的声。真正的听吼，毋是听了这边入去，迄边出来呢。真正的听，才有可能互咱照安尼去行。随上主耶稣就为咱做出这个示范。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咱今仔的经节一开始，耶稣上帝话就安尼对咱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当迄时，耶稣出去山林祈祷，通眠祈求上帝。且毋通掠做祈祷，只是咱向上帝讲话尔定。咱的误解，掠做我祈祷我甲上帝讲话尔定。事实上，祈祷只要是祈祷的心，咱搁爱开时间来听。就亲像敲电话，咱若敲电话转去，我少年时阵敲电话转去阮兜吼，有人敲电话来啊吼，有人敲电话来，拄好。就亲像我敲电话，少年时阵敲电话转去阮兜，甲阮爸讲，爸，这个月搁欠差不多要5000呢，你有要赞助一下无？啊，你讲了，总袂当无听对方应，就啦卡掉对啊，对无？咱爱听讲，啊，你是偌困难啊，啊是安怎吼？就开始念，啊到尾讲好啦，啊咱听着，迄拢无重要，迄听着好啦，咱心就放来对无？所以咱就亲像咧敲电话共款诶，亲爱兄弟姊妹，祈祷咱甲上帝祈祷，袂当讲咱一直讲，啊拢无咧听呢，搁来啊，就是安尼啦，来接起来，啊应，好好啊应了，对方听到对方的声了，他的心安落来。祈祷嘛共款诶，总是咱的祈祷。就亲像咱甲老爸迄个敲电话共款的意思啊，咱搁较要紧的是去听上帝到底对咱恳求的时，伊的心意是啥物货？有可能感觉讲啊，你着普普啊过就好啊，5000你家己想办法吧。有可能会安尼哦，对吧？嘛有可能讲好啦，我行过啦。知影你困难，有可能有无共款的想法，总是咱拢知影，做父母的心，伊做任何的反应，拢是为着要安怎？要听你。所以咱的祈祷也共款，咱甲上帝的祈祷，其实是爱，毋是只有顾家己讲话，祈祷了就煞呢。是咱的祈祷爱一直放伫迄个过程内底，咱的生活的过程内底。当咱咧祈祷这样代志，咱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赦免我。咱咧祈祷的时阵，常时咱也一直爱听呢。咱爱一直听，上帝是安怎甲咱应答的。都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的这个经节。耶稣出去，事实上，祈祷爱开时间啊。耶稣伫福音书内底，伫迄个重要的时间内底，耶稣拢咧祈祷。事实上，这也是福音书内底唯一记载主耶稣通暝祈祷的一个所在。主耶稣就是透过祈祷的，伊的祈祷咧，
对咱讲，咱爱透过祈祷，听见上帝的声音，了解伊对咱的心意，这才是祈祷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祈祷听起来敢若真简单，总是请毋通只有顾在家己讲话。那到安尼，可能咱只有祈祷一半尔，甚至连一半拢也袂。今仔日，我相信上帝伊愿用直接的方式，甲咱听会见的声音，来对咱讲话，就亲像过去伊阿伯拉罕、囡仔撒母耳、大数的扫罗讲话共款，总是咱无法度讲上帝会当亲像甲摩西讲话，跟咱朋友共款面对面讲话，因为上帝甲摩西这种亲密个特别的关系，毋是咱这种平常人通比的。总是我也相信，只要咱愿意听，所以祈祷毋是一直讲尔，祈祷是咱爱学习听。只要咱愿意听，上帝会用伊真特别的方式，互咱知影伊对咱祈祷的应答。总是好运的是，咱今仔日。上帝咱讲话，主要是透过伊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也是历代教会所公认的。就亲像时常咱会听到师会的中集伫台顶讲，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毋是圣经哦，不只是圣经尔，是做伙来听上帝的话。当师会咧讲即句的时阵，就是咧讲咧信仰告别。信仰告别啥物话？咱所读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啦。所以，就亲像约翰教会所宣告的，启示录第2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所以像圣经、上帝的话，就是圣神要正教会每一个世代的学生所讲的话，这也是咱是安怎这么重视圣经、上帝的话的原因。路加福音第6章13节，刷落去经节，安尼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到天光，就叫伊的学生来，对因中间经12人，称因做使徒。这是主要所听上帝声音了后所做的选择。这上时也是圣神在做工，当时对耶稣的人最多，所以当伊经这12人称因做使徒的时，就出现因正做这群学生内底真特别的地位。新学家认为这12人就是上起头迄群军队耶稣的人，因的领袖甲权威。12是旧约时代上帝百姓的代名词，咱时常称因做12支派。因为安尼，主耶稣对伊的学生内底经12人。称因做使徒，使徒其实真简单，就是受差遣的人，就代表这12个是正做新时代上帝百姓的领导者。上时毋是对打了这12人就去用差遣出去，毋是哦，是因有缘。甲耶稣缀伫耶稣的身躯边，主耶稣的服侍共款，继续服侍遐个听伊的话、接受伊医治的人。因为安尼，这个景调伫这个时阵来发生，就是要提醒这12位
恁爱警醒，恁爱好好听，这个话主咧做，恁爱学爱行，恁未来当主甲恁分离了，恁就爱照安尼模样去行、去做、去分享、去见证。所以新啊，家认为检采落去主耶稣真侪教师是针对即群学生所做的门徒训练。我认为通讲对，也通讲毋对，因为主的教师是开放的，伊的话是要互每一个时代的人，总是每一个时代是遐愿意听见的人。伫伊的眼前，都有一群愿意接受伊教师引出的学生，因为安尼，伊愿意关心因，相时互因服侍的机会。这是一个机会，这相时也互因来学习。总是因未来要行做啥物，以及因去做啥物，因需要家己好好来面对。所以刷落来，咱贴着这份12使徒的名单，做伙来读看觅啊。虽然拢名，咱检采甲因无熟，不要紧。咱读圣经读较侪，就甲因较熟悉看吼。总是来读看因的名，做伙来读。来，有西门，耶稣阁互伊的名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阁有雅各甲约翰、腓利甲巴得罗马、马太甲多马、阿列菲的囝雅各，甲称做西罗底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甲未先生的加略人犹大，中观福音同款记载这12个人的名单，只有一点仔无同，因为路加福音的名单将雅各的囝犹大，总是伫马太甲马可内底去写做特代。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叫做因拢共一个人，只不过阿兰文的发音甲希腊文的发音无共，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路加有的资料无相共款。答案是啥物货我嘛毋知啊，吼，答案是啥物货我嘛毋知吼。所以有当时啊，恁会当问牧师问题，总是。有当时啊，我嘛毋知影，吼，答案是啥物我毋知。咱通讲这12个人是真特别的组合，真特别的组合。咱摕其中2个人做例，马太原本是抽象的，咱知影抽象的是啥物货？抽象的是罗马的官员，所以犹太人看马太是迄个。叛徒，所以西文迄个台语啦，翻做西罗底，西罗底其实就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讲，这是主后6年伫巴勒斯坦地区所慢慢形成的一群人。这群人呢，是一群攻击的犹太民族主义组成的。咱现在所找到的资料是讲，这群人有可能要入党进前爱就抓，因爱就抓讲爱用伊一生尽可能爱杀死遐个卖国贼，就是叛徒加罗马人。所以这革命党是很激进的吼。因是真因所有可能要杀死对方的迄个人呢，所以原本最抽象的马太，甲原本最革命党的西门，应该是
一个见面就爱互对方死的两个团体呢？因原本应该是属这款两个团体呢，结果无拍算，却会当同款真做军队主耶稣的学生，搁列做这12个使徒的名单内底，这就对咱讲一项代志。因虽然过去的背景，互因看彼此无顺眼，总是伫主内底通互相接纳，伫主内底会当互相听见，这就是真正的信者。实际上，咱今看这份名单就知影，这是信者。若无主耶稣基督的关联，做袂到。就亲像John Stott这位牧师安尼讲，伊讲每一个属基督的族群体，伊咧讲的是教会，是团体。伊讲上要紧的元素的内底，其中一项就是咱爱学习互相听见。当咱若无互相听见，所以互相听见爱是啥物货？爱互相听见彼此的声音啦。咱爱互相详细去听见彼此的声音，那安尼咱的关系才有法度真正发展甲成熟。当咱停止去听见，那安尼咱的关系也会破裂。潘霍华牧师伫伊一本小册，就叫做《团契生活》内底，伊安尼写，伊讲伫团契生活内底，咱欠别人的第一种服侍，就是学习听见别人的声音。就亲像咱听上帝对听道理开始，咱去听兄弟姊妹，也是大声爱学习听伊讲话。上帝毋但将伊的话赐予咱，也将伊的耳孔赐予咱。上帝将伊的耳孔借咱啊，伊是安尼写，伊将伊的耳孔借咱，伊对咱的听就显明，所以咱学听兄弟姊妹的话，就是对伊成就上帝所要伫伊身躯顶头所做的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嘛将伊的耳孔借咱的，爱会记即项代志。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咱来学习互相听见啊。刷落来，潘霍华牧师捌就伫即本册顶头，搁写另外一段话。伊讲有一寡人，特别是传教者，甲人做伙的时阵，往往感觉家己爱贡献啥物，所以认为家己唯一会当做就是讲话，总是引起袂记节。其实听比讲更较会当服侍别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若敲电话去恁兜，带你探访吼，我若坐伫遐拢无讲话，你莫想讲牧师拢应用，拢无要讲话，毋是。所以，咱假使咱也共款去病院内底去探访人，莫想讲家己无讲话，静静伫边仔尔，安尼改成无做着啥，毋是。就是惊听，就是一种服侍，就是听对方一种上好的方式。伫即份12使徒的名单内底，将后来被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也写入去。事实上，就是对着基督的人，福音书的作者嘛袂放袂记即主耶稣的教是讲听你的对着，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因上大的惊吓就是互上帝甲世间人放袂记节。换一句话来讲，将犹大的名写伫遮，表示伊无互人放袂记节。虽然
伊是袂主的，总是伊有缘互人记得。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假使今仔日咱愿意专心听见上帝的声，咱就会当受呼召来成做伊所找的人。所以，伫咱所活今仔日的世代内底，咱不断听见的声是啥物货？咱一直听见的声是受气，是怨愤，是烦恼，是痛苦的声音。伫这个世间，第一受苦的人，就是遐个袂捌听主名字，或是袂捌来主面前听伊的话的人。第二种受苦的人，是遐个丧凶、夭饿、受剥削、受压迫的人。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要去传，咱讲咱要传福音，要紧的是袂当真自我中心，徛伫家己的立场去传。这个真正传福音的人，就是信仰的群体，拢需要有两种听见。第一种听见就是上帝的话，第二种听见就是咱这个世界所发出的声音。咱听上帝的话，互咱更加侪发现，主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以及伫咱的身躯顶头所要成就的丰富。咱听见这个世间的声音，直到咱会当明白，咱这个世界咱所活的所在，真正需要主耶稣基督，互人偌侪的丰富。主后2001年，当时台湾总统陈水扁去访问非洲。过去当时伊认为过去拢派农业团，或是医疗团，这个拢是年长、有经验甲技术的人，去欠缺少年人去这个国家。所以，伊就请外交部去招募外交的替代役。当时就读伫阳明大学医学系的连家温兄弟，知影这个招募就真新鲜，就想讲，做兵可以当出国，可以当学法文，真好，就报名参加。伊就成做台湾第一届外交替代役的之一。连家温其实是标准长老教会家庭出世的囡仔，伊的阿祖捌是台北大地主的后代，却因为食鸦片来规个家庭土地卖了，所以伊的祖妈真正是祖妈吼。伊的祖妈就带全家族去淡水挖考马偕牧师。对安尼开始，因巴肚有通食饱。到连家温已经第4代的基督徒，伊的老爸是牙医，伊的老母是台北长老教会的长老。因为安尼，连家温对细汉就伫教会大汉上主日学，也缀伊的老爸去到偏乡去义诊，去到平湖将军六区原住民的部落。当伊的老爸去看病人，伊就缀妈妈、姊妹甲当地的囡仔做伙佚佗。因为安尼，当伊去到南非这个国家叫做布吉纳法索，伊就真自然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伊看到这个囡仔穿破衫，然后遐个环境真垃圾，塑胶粒仔、粪扫满世界，所以
伊一方面敲电话转去台湾的教会讲，啊无咱来募一寡衫，结果后来前后就寄8万领的旧衫去到伊所伫地的城市服务的所在。另外一方面，旧衫寄来啊免送出去，就动员当地的囡仔，讲恁去捡粪扫来换旧衫。所以就动员当地囡仔去捡粪扫，啊就来换一领，捡一地就来换一领，转去。总共无8万领。伊看到当时一偏远的村无井水，当地妇女爱一日2逝，透日真晒。然后去遐行8点钟来抢水，伊就肯嘛是共款无第15万去挖3口井，或者个妇女会当有时间照顾家庭。上尾伊听见当地有社工安尼讲，有一个村真可怜，真侪孤儿，真需要孤儿院。就开始起做这间孤儿院，叫做林恩小学。这间孤儿院专门收容父母拢过身，或是单亲送乡的囡仔。连甲阮做这个代志，随常行起这间孤儿院，伊讲前后爱地1000几万，伊完全无法度想象，伊有法度做这样代志。总是在做头的细就亲像讲就开始做。伊做这个代志，伊家己笑讲，我是放个高利贷给上帝，因为我即摆做这个上帝你来承受啦，因为我嘛毋知影我会当有偌济。上帝有可能互人的，才是超过人所想象。伊所想事的价值。亲爱兄弟姊妹，咱拢做学生，对无？咱拢做主的学生。第二方面，咱也受亏欠。咱每一个人拢共款，总是困难的事。一方面，咱伫这个世间生活服侍见证；另外一方面，咱阁会互这个世间污染同化。这就是基督徒歹做的所在。上帝调咱做伊的学生，总是另外一方面，伊阁爱咱活出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生活。因为安尼，圣经一直对咱讲这句话：上帝讲，恁爱圣洁。就亲像彼得前书第1章15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就是亲像调恁的实性。恁本身也着做成伫一切的行做，因为安尼，咱需要听见这世间是有真侪声音，就伫咱的身躯边，这世间有真侪人的声音，咱爱敏感，咱爱尊重，相时主嘛呼召咱，当咱敏感到人的听的时阵。咱爱做出适当的回应。我相信无人是连家恩，因为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咱只会当做咱有限的代志，总是假使咱也愿意，咱会当做咱有限的服侍，做上帝爱咱伫即时所做的回应。这个世间只有一种声音，咱无应该。咱爱拒绝去听的，就是撒旦所出的声。所以咱爱做一个有智慧、明辨是非、听的人。咱爱好好选择，这叫做智慧。愿上帝所赏赐的智慧，伫咱身躯顶头，互咱搁做学生，上时搁受亏欠去听。去见证、去传，成做伊所亏欠的人。咱做伙来祈祷。
求主帮助阮，你知阮是软者有限的人，阮有罪，因为安尼，阮也时常互这个世间引诱阮的声音所吸引去。求主赦免阮，帮助阮，互阮听见你爱阮听见的声音，互阮听见你的话，互阮也专心听见这个世间所出的话语。这个世间有侪侪痛苦的声音，有侪侪未信的人，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敏感听见，互阮知怎样回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的关心。这是咱过来念圣诗78首，圣诗78首，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请起立，念全首。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面，伊规路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路布地。好塞，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边，出边有好野松香，出边有无相见中。主必也无分贵贱，不归君。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边，阮应该为因服务。阮应该对因听声，因大家拢是伫阮厝边。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听互阮困家归呢，亲像路步来服务，阮应该安尼甲你同活。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出边，会将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陈义兴、黄文光执事来施献。
非常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教会的事项。大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就是亲像吊恁的时性，恁本身也着做成伫一切的行做。彼得前书1章15节，请，就是亲像恁本身也着做成。彼得前书1章15节，就是亲像吊恁的时性，恁本身也着做成伫一切的行做。彼得前书1章15节。现几周报第一页，咱看这的侍奉人员，特别是后礼拜的侍奉人员，咱家己来看。第二页有写的事，咱拢家己详细看。第三页部分就是奉献的明细，若有出入的，请对接书是办公室来反映。咱看消息报告，为大港节第3主日，由妇女团契点大港节第3期喜乐的蜡烛，发放2022年上半年度刑事日，所以咱要转去的时阵，伫外口会当摕到迄个刑事日来看。圣诞暗会伫12月18，就是即礼拜拜六暗时7点开始，欢迎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一齐来参与。后礼拜的代志，为了大港节第4主日，由少年团契、学生、少年团契点烛第4期仁爱的蜡烛。赞美礼拜伫后礼拜咱第1场、第2场合并伫9点半开始。咱过去后壁这个时辰拢写10点，咱今仔日调整，前礼拜就已经甲咱讲。因为迄日后礼拜时，咱就合并起来，所以是9点半开始。所以会记得大家有今仔日较少人有足侪人伫线上的，也是拢无来无去时，你的朋友周边大家互相提醒，会记得咱后礼拜是9点半开始，牧师甲圣歌队带领这个聚会。年度介绍，请本教会各单位首长甲兄弟奉献，支出这请款的，伫12月26日中午12点以前完成，无期无受理。请牧师有啥物款补充？我无收到即个今仔日有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总是我相信检采伫即礼拜中间真侪人拢是第一遍来到即个会堂，所以等一下请咱平安礼的时阵互相请安。第2项代志，咱手中的手报内底有夹一张即个传单，即张传单毋是要互你好看尔就是咱看到即个传单顶头有侪的活动。特别要请咱透过这张传单去邀请咱的朋友，伫续落来这礼拜的拜六暗时7点来参加圣诞晚会。咱教会开放互人来登记圣诞歌，其实嘛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请你去订圣诞歌来送互你的好朋友。然后你会当将这张传单详细的送过。当作礼物，然后大家讲，欢迎你来阮的教会来参加圣诞晚会。是无毋对，目前疫情虽然犹原紧张，总是
台湾的疫情的状况确实慢慢较减少，所以当然咱会持续为着台湾疫情来祈祷，总是咱嘛透过咱的组织，望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上帝的福音会当来到因的身躯顶头，所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嘛真歹势，因为咱报佳音的时间，就是迄个登记的时间已经过啊吼，所以已经早止。对即礼拜开始，我就会开始报佳音吼，所以对明仔载开始，我就开始第一场的报佳音啊。不过有缘当然我会当理解，就是现在有法度开放，还是讲会当放心互人去的家户佫真少。总是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使，咱做伙来参加。咱的教会，特别咱的青年开真侪时间备办的圣诞晚会，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上时要请咱去邀请咱的好朋友，所以咱无互人来报佳音，咱嘛爱报佳音互人。上时伫这段时间内底，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假使咱也想到真侪好朋友，足久无见到面，请你敲一个电话，甲伊报佳音。其实有当时什么会叫报佳音？才知报佳音就是好消息啦。所以敲电话来讲，我袂歹咧，安尼就是报佳音吗？但毋是咧，总是可能佫有另外一样。我讲，你嘛会当来讲，我要报你一个真好的消息呢。你有想要来教会认捌主耶稣无？咱嘛会当刷落去安尼来邀请，去用旧作袂要紧，因为咱知咱是传福音互人。嘛，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所关心、所听的人，也会当得到祝福。这就是基督徒报佳音的方式。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伫这段时间内底，真正会当将伊的福音传扬出去。我就报告到这吼。谢谢。上迎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会场请起立，迎传首。荣光归圣的上帝，荣光圣家圣事三位一体，造地的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不高不尽。阿门，阿门。请牧师祝祷。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顶面常常甲恁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会场请坐。好。
咱起立吼，安尼甲厝边隔壁的先吼，讲平安的话，祝福的话，